今日呢條片教大家調音。你係 Apple 嘅用戶就可以 download Intuner 同埋 T1。如果你係 Android 都可以 download 到 T1 同埋 G Strings。如果你用開電腦去 Google Search Google Tuner 都可以用到呢一個調音功能。所有手機程式嘅 Tuner 都係大同小異。我哋今次用 Intuner。調音之前你先睇下你自己調緊咩樂器，同睇下調緊邊條線。小提琴由高音到低音係 E、A、D、G， 中提琴同大提琴都係 A、D、G、C， 而我哋今次調音就係調中提琴，所以係 A、D、G、C。調之前你可以先聽下 A、D、G、C 個聲音係點樣，跟住你先去慢慢調。通常我哋就係走少少嘅時候呢，我哋就會擰下邊呢四粒嘢叫微調。當你向右擰嘅時候就會高音啲，向左擰就會低音啲。如是者，即係如果個 tuner 展示俾你睇係高音咗嘅時候，你就擰翻左；如果你個音低咗嘅時候，你就擰翻右較高佢。上面四粒叫延續，通常我哋大走音嘅時候就會擰佢。當我哋低音咗嘅時候呢，就向前擰。高音咗嘅時候呢，就向後擰，同埋就唔建議好快咁樣擰，要慢慢一邊彈一邊擰。如果唔係就會好容易斷線。我哋彈完個 A 音，畫面見到佢去咗左邊紅色，即係話俾你知低音咗啦。咁我哋呢，而家就順時針咁擰下個微調，一邊彈一邊擰，直至佢變咗綠燈為止。D 線都係啦。佢話我哋低咗，咁我哋呢就順時針咁樣擰，好搞掂。咁我擰誇張啲啦，向咗右邊即係高音咗，咁啊逆時針扭翻低佢，咁就搞掂啦。有機會再解釋下點解有啲人得一粒微調，但係有啲就全部都有微調。另外我哋仲有個兒童管弦樂團啊，逢星期六嘅4點到6點喺灣仔，有興趣嘅快啲報名啦。